来白转道，哇！阿里山都来了，这是阿里山部队啊！
哦，阿里山部队。霸王传单的那个都是阿里山的。哦，都转到原来了啊！来，你把阿里山的都带过来了。我来就你们打招呼。哎，上电视啊！现在由当时所说的另外一位弟兄因为年纪到93岁他只有到消费者聚会3次，就身体真的没有办法，一直等到了第5天，他的孩子推着他坐轮椅后来到聚会3次之后，身体就下一半，没有办法不来。他来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福音继续到我们传放，所以目前在恒春地区也设立了一个恒春福音中心感谢主。我们经常在聚会的时候，竹竿会拍照，恒春也会拍照。如果恒春人数比较多的话，我们会感谢主当然，竹竿人越来越多，我们也感谢主所以也继续的为我们台湾最南端的一个福音的广场继续为我们来代答在开始之前代表竹竿来感谢大家的一个到来也让大家了解到我们竹竿恒春地区的一个弟兄姐妹需要大家持续的关怀和配合。大家重新默祷。好，我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现场礼的会前诗颂，请大家翻开赞美诗第315首。赞美诗第315首。
他继续翻开赞美诗第320首，赞美诗第320首。距离我们现场里正式真耶稣教会竹坑祈祷所现堂里暨60周年纪念感恩特别聚会，聚会开始，主领人请入。哈利路亚！各位主所亲爱的贵宾、长职、传道、弟兄姐妹、慕道朋友，大家平安。感谢神的带领。那我们今天是竹坑祈祷所的献堂礼及60周年特别聚会。在今天，我们
参与一场属灵的婚宴。新郎是主耶稣，我们就是那装饰整齐的新娘。我们预备自己，要将自己献给神，做那荣耀圣洁的教会。现在我们就要开始献堂礼，我们用一颗安静的心，低头闭目，同心默祷。好的，奉主耶稣圣名开始真耶稣教会竹坑祈祷所献堂礼。唱诗，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113首一阶调，赞美诗113首奉献会堂。全体会众请站立。奉主耶稣圣名呼信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就是我们人类的救主，也是创造万物的真神耶稣基督。主啊，你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我们的父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你的旨意非常清楚。今天我们在竹坑祈祷所，所有的人在你的面前能够恭恭敬敬的来赞美你，因为我们即将要60周年感恩特别聚会，并且来献礼。我们知道你的旨意非常清楚，你的国界要往南，
福音要往南广传，竹坑祈祷所能够成立，这是你的旨意。50年成立了竹坑祈祷所，98年重建计划，直到113年10月27日来献德。很多的弟兄姐妹感恩奉献，感谢主耶稣一路的带领，事情都顺利。如今要献堂给主，要献给主，求主继续带领，能够完成你救赎的工作，求主带领。今天所有的程序，包含正道献堂祝福还有祝诗，还有包含我们教会的联合，求主耶稣亲自带领，从开始到结束都能够平安顺利。我们求主耶稣也能够借着这个机会，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来见证主耶稣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你的能力。所以我们在开始之前，献上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求神悦纳，求神垂听。哈利路亚，阿门。媒体配账，请就寝。读经。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以赛亚书56章第7节，我们必须到我的圣山，必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祭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阿们。正道。好的，感谢天上真神。我们今天非常的感动。今天我们很多的我们主坑祈祷所，还有我们恒顺福音中心，还有我们牧区当中很多的弟兄姐妹，齐聚在这里，要将这个会堂献给天上真神，并且要纪念这60年来神的爱。谁也感动了？从各地，从北部、东部各地来的弟兄姐妹来这里朝拜天上的真神。
愿神赐福给大家。今天呢，小弟用一个非常高兴、期待的心情来到这个地方。有这间会堂，你知道是多少弟兄姐妹、多少的长子、多少的传道，他们的用心，才有这一座的会堂。我们从9点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停的看很多的照片。那我们看到了很多在竹坑祈祷所这里发生的一些事情。或许如果我们是有跟我们竹坑祈祷所弟兄姐妹要熟识，或者是跟这间教会比较有感情的弟兄姐妹，应该有很多的感触。我们在这里曾经兴旺，我们在这里也曾经衰败。今天我们重新将神的殿把它建起来，并且我们还开拓，真的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在这里非常感谢竹坑祈祷所这2年来的协助真的很不简单。小弟在一通电话当中打电话给普执事，说：“我们终于有机会可以到恒春传福音。”当我把这个事情讲完以后，普执事马上说：“没有问题，我们就去做。”从10几个人聚会到2个地方加起来20几个人聚会，这样2年的时间，这个是很多人他们的用心，也是神的事。今天我们将这个殿、这个会堂要来献给主耶稣。我们知道献堂的意义，献堂就是会堂是为了敬拜天上的真神，传扬福音，施行团契生活的圣主。我们因为爱主耶稣，所以将这座会堂把它盖起来。那我们既然把它盖起来之后，我们要高举主的名，所以我们会用欢乐的心情来将这座会堂献给天上的真神。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看神愿不愿意的。其实以前从我们还在这个民国80年做那个时候会堂稍微整修嘛那之后呢，因为小弟就这个读神学院，那南区呢就会派小弟来这边领会。我记得非常深我来这边领会好几次。然后呢，有一次呢下大雨，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然后还有一次我来的时候，我看哇，这个就好像窗户怎么怪怪的，他们说告诉你，我们上个礼拜台风，对，我们屋顶怎样，哇，我心里都觉得说，主啊，你若愿意的话，哇，这个事情什么时候才能改善呢？可是这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过程，非常长的过程。在箴言的第16章第9节，圣经上怎么告诉你？箴言的第16章第9节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当然，我们都知道说要有一个新的会堂嘛，因为真的有需要，因为旧的会堂真的是已经很老旧。虽然我们有整修，可是遇到台风或者是其他状况，真的是不堪使用。所以说那个时候一直在想要怎么做。可是我们在想也要神同意。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那时候大卫他想要为神建造圣殿的时候，神借着先知去跟他讲说：“你这样想法，当然神是纪念的，可是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很多的战争，你不可以为我的名建圣殿，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你要生个儿子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所罗门嘛所罗门就是太平的意思，他要为神建殿，他有这个心，可是神不让他建，一直到所罗门的时代。所以所罗门在献堂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时候在献圣殿的时候，他讲了一段话，在这个列王记上的第8章18节到20节，他说耶和华对我的爸爸大卫说：“你立意为我的名建殿，这意思是好，只是你不可以建殿。唯有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的名建殿。
现在耶和华已经成就他所应许的，使我接续我父大卫做以色列的国位，又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造了这殿。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其实也不是说我们为神建殿就可以建成，那要看神的时候，神决定什么时候建殿。所以感谢神，神愿意让我们在这里建殿，而且我们已经完成。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天上的真神。我们要把这一座圣殿献给天上的真神的第一个，我们要感谢。所以如果说我们看我们的这个今天的一阶表，有讲到，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间教会的历史。我们从木造的砖墙，从民国50年伟大发弟兄他把福音传到这个地方。民国53年，我们建立了教会祈祷所，建立了祈祷所之后，一直到民国98年，那个时候在鼓楼，因为我们竹科是属鼓楼的，那个时候的信规通过要建殿，一直到108年。你看这个时间有多长的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呢，在这当中，神慢慢在准备我们的心，然后到108年的时候正式建殿。到102年的时候，就是去年，我们终于完成住进来。当大家在搬这个桌子椅子的时候，大家都是非常兴奋，终于盖好。我们等了多久啊？终于完成，那真是不简单，不简单。那个是用很多人的心血、神的帮助才有的。所以越是这样，我们越要感恩，因为我们今天有这个地方是好不容易得来的，所以我们要感谢天上真神，真的是这样。那既然我们今天要把这个会堂献给天上的真神，有几点小弟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点，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立名的地方。这个地方跟其他的建筑有什么不同？我们在讲教会的时候，我们常讲说，教会不是这座会堂，教会是弟兄姐妹所集合起来的，人才是主体，这个绝对没有错。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虽然教会的主体是人，其实在旧约时代是一样，以色列人才是重点。可是神仍让他们建殿，为什么？因为这是神临在的地方，这是立名的地方。所以在这个申命记第12章第5节，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的时候，神就借着摩西提醒他们。所以在这个申命记第12章第5节，这边就谈到，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这里是神立名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里聚集，这是神临在的地方。我们在这边敬拜他，一起祷告，一起崇拜，所以要常常聚会。我们要邀请我们已经可能比较没有常常来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说不可能他不可能来传道，他不可能就灰心，这个很难讲。有一次小弟注目在嘉义教的时候发生一件事，那个时候高盛高执事告诉你只是他是访问组组长，他就一直看着我，他的个性是这样的，我知道他一定有事情，他要告诉我，他就一直看着我这样子他可能不一定讲话，我就说只是你有什么事你告诉我，他就说传道有一个弟兄他已经20几年、20-30年没有来聚会，可是最近我在祷告的时候一直想到他，我们去访问他好不好？我就说。好啊，没有问题啊，当然这是好事啊，因为嘉义教会弟兄姐妹很多，我说那我没有注意，那我们去。他说他就在路程当中就告诉我，可是我告诉你我们这20-30年从来没有进过他的家，他如果到他家的门口他肯出来跟你讲一句话就不错，这样也没有关系。我说没有关系，他如果肯出来跟我们讲一句话也好。好，那。我们就去了嘛，到他门口，到他家门口说，感谢神，他在外面浇花，他在外面浇花，我们就看到他，然后这个高志说，哎呦，哈利路亚，他看到我们，他没有躲进去，他还讲哈利路亚，
跟执事讲的就不太一样哦。然后呢，我们就在聊天，他们就介绍啊，这个是黄传道了，新来的传道，跟你让你认识一下。其实每个传道都是新的，因为他已经20-30年没有来教会了，所以每个传道都是新的。好，然后呢，然后讲，我就试探问了一下，你在这方面站很久，可不可以进到你们家坐一下？我想说，这个人就要画下句点了，因为如果他不愿意，那就是准备走路了，对不对？他居然说好啊，是，我们两个下一步可以进他家哎，好，我们就进去了。进去了之后呢，原来他们家发生了一件事情，改变了他的想法。那他因为有很太久时间没有来教会，太久，所以他道理他有概念，可是道理真的是已经不完全。我们在跟他聊天讲道理的时候，发现说他真的有些东西有些真理已经有些不完整。那我说没有关系，欢迎你来教会，不管怎么样，教会是你的家。那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结果到星期六的时候，我看见他从教会外面走进来，哇！你知道我多感动？他就从教会外面走进来，然后就坐在教会里面。后来他就每个礼拜都有来聚会。然后后来他问执事，他问执事不是我，他执事来问我，说我已经回来教会好久了，我可不可以做圣工？我说你想做圣工吗？你不是他当然他很多以前很多的想法嘛，他没有来聚会，但是很多想法，他没有得罪谁，他就是很多想法，所以他就没有来教会。后来他真的是很认真的服侍神，也得到神的喜悦。有时候我们要知道神建立这座会堂要做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让他们回来，我们让他们回来。在《申命记》的第14章23节，他又提到了一段话，他说我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1/10，并牛群、羊群中头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他为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那这句话它的意义是什么？他在教导那时候以色列百姓，大家要一心。就是一心一意、甘心跟众人一起分享，然后到神的殿，在这个地方享受神的恩典，一起团契。所以我们要团契来到神的殿，在这个天大家一起吃，大家一起喝，大家一起快乐，享受神的恩典，这个就是团契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一座会堂献给天上真神，我们要好好的用它。既然我们都已经建立，神也同意了，我们把它献给神，我们要好好的使用。那除了我们一起来这边这个聚会，一起来这边团契之外，有一件事情是刚才王耀生传道他有读到的一段经文。在这段经文是记载在以赛亚书56章第7节，这个地方讲：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这个地方是万民祷告的殿，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圣洁的地方，这是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要常常祷告。有时间我们就来教会祷告。欢迎弟兄姐妹经过的时候，如果教会的门有开，欢迎进来祷告。这是一个祷告的殿。我们心中有什么样的苦，我们生活有什么样的困难，来到这边你就哭给神听，绝对没有人会讲第二句话，因为这是神祷告的殿。所以呢，在这个列王纪上第8章有讲了一段经文，他说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树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树祈祷向此树祈祷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而赦免。这个是那个时候他们向天上真神祈求，我们也应当祈求。所以等一下我们同一章传道
他会带领大家献堂并祝福。那我们在会后的最后一次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当向主耶稣祷告，求主耶稣能够怜悯这个地方，让我们的祷告，只要我们来到这个殿，我们的祷告都能够蒙神的垂听。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做的。今天我们既然神感动我们大家千里迢迢从北部从东部放下我们的工作，甚至很多人昨天就来了。最近我们这附近的民宿，昨天生意应该都不错。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包括传道都住在这附近的这个民宿里面，真的很感谢天上神。所以我们既然神感动我们来了，我们一起为这个地方祷告，求主耶稣让这个地方真正成为祷告的殿，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凡是在这边祷告，我们都能够蒙神的垂听。这个地方是一个祷告的殿，我们不要忘记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们就是怎样，没有将殿当成祷告的殿，所以耶稣怎样，他就洁净圣殿。他说这个是祷告的殿，因为把它变成贼窝。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地方成为祷告的殿、敬拜的殿。还有，既然神在这个地方建立这个会堂，我们一定要让这个会堂成为福音的基地。说传福音，我可以向大家，可能在座有很多都不是这个牧区的弟兄姐妹，我可以跟大家报告，这个牧区的弟兄姐妹，他们在福音的工作上真的是尽力，他们很用心。这个我可以做见证。主耶稣在这里，我就跟各位说讲话，他们真的很用心。我觉得我都看到他们在附近他们在传福音到很多地方传福音，到恒春，他们人数那么少，还要负担一个福音中心，真的很不简单。当然很多弟兄姐妹来帮忙，没有错。可是如果他们自己不愿意做，其他的弟兄姐妹也不会来做，神会感动。那可是呢，我们还是要勉励我们自己，我们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永远成为福音的基地。耶稣对我们做榜样，你看，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对不对？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第9章就记载的。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宣扬神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一点，我们可以跟神求什么？求神的神迹显明。这个很重要。你看那个时候在马可福音第16章第16节以下，他记载门徒出去传福音，用什么来证明神的话？用神迹。你看他们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传福音之后，很多人阻挡，对不对？那个时候他们怎么跟神祷告？他们向神求神迹，显明神的能力。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求，不是求我们的能力，是求神的能力在这个地方彰显。所以你看耶稣为我们做榜样，他自己为我们做榜样，他走遍各城各乡，对不对？传福音、医病赶鬼，来证明他所说的道。你看后来使徒他们怎么做？他们跟随耶稣。所以在使徒行传第8章25节就有提到，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福音。他们到哪里就传到哪里。今天神让我们在这里，我们人不多，这是事实，可是我们依然可以做。刚开始，主耶稣所召真正第一次得到圣灵的人也不是很多，可是后来我们看3000人受洗，5000人受洗，神的能力显。我们不知道神要怎么样在这个地方做工，不过我们知道一点，我们跟随神的脚步走就没有错。我们可以求主同工。所以刚才小弟有讲到，在使徒行传第4章29节，他们怎么跟神祷告的？他们说，他们恐吓我们，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被恐吓嘛，被公会恐吓了他说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这个就是他们祷告的内容。
他们是这样祷告，他们可以为什么不可以？我们大家这样祷告，我们只是学习，我们没有超越，我们就是学习，我们跟随很重要。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地方现场，真的内心无比的激动，然后也感谢天上的真神。我们要把这些道理放在心中。最后讲一件事情，神在这里立殿，这个地方一定要成为圣洁的殿。所以在旧约时代，为什么只有祭司可以接近会幕、接近圣殿？因为祭司他们是圣洁，他们已被洁净。那今天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是属灵的君尊的祭司，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让这个殿能成为圣洁的殿，不要你违背神的道理，一定要这样，我们在这个地方才能荣耀天上的真神。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众人同在。也求主耶稣赐福给我们从各地来一起来感谢天上真神，所有的我们的长子、我们的传道、我们弟兄姐妹，愿主耶稣赐福给你们。献堂。感谢天上真神的带领。这是一个感谢又感动的时间。我们看到在前面坐着的这一些前辈长辈，他们是真的住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眼神告诉我们，他们是用感谢的心、感恩的心来参与今天的献堂礼。民国86年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记得发生一件事情。我们这一块土地，乡公所不再租给我们。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伤心的跟教区说，乡公所不租了，9年一次他不租了。当时我们教区就有了一个决定，由我们花瓶小区的每一个教会，每一个礼拜安息日，就一部福音车兼领会人员到我们竹坑会堂里面来参加聚会，留住了这一块土地，可以继续的在这里参与聚会。神的恩典给我们很大，留下了这一个福音的基地。民国96年，我到这个地方来关怀的时候，在讲台上领会，风一吹过来，讲台上就有很多血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这个情景？当时我不太知道，奇怪，为什么我的圣经上有这么多血屑？我往头一仰，原来血屑是从上头掉下来的。心里五味杂陈。当时候我就想说，我们怎么会有从血屑掉下来的会堂？心中有一种淡淡的忧愁。当时的财务负责人是一位姐妹，阿美族的信徒。在午餐的时候，我们吃着面，我问她说：“我们的教会现在的资金有多少？你们知道吗？20万。20万。我们现在这个会堂建起来花了2100万。当时我内心当中想说，20万怎么办？教会这样子怎么办？我们信徒在这边聚会怎么办？
很多怎么办？那怎么办？当然是由神来办。所以20万的一个总经费，怎么可能来建会堂呢？神用了一把风，就是8八风灾，造成我们南区很大的伤害，但也造就了南区多了一个山林教会，也多了一个5楼的会堂，也多了一个现在竹坑教的会堂，因为有很多全省、全台湾的弟兄姐妹非常关心我们南区，奉献到总会来，所以很多资金就是从当时候的一个经费，在南区里面还有中南区拨了一些费用到各教区，全省的弟兄姐妹很关心我，再加上我们竹坑5楼教会弟兄姐妹认为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来建个会堂，荣耀主的圣名。现在我们看到5楼教会已经建堂好几年了，我们现在在这里要把这一所会堂来献给神，所以我们在献堂的时候，我们要感念神，我们要立志。既然在这个地方，神已经留下了这个基地，我们应该在这个基地上，就要像刚刚黄传道所做的见证一样，我们真的用心了，我们也向神祷告祈求，让这个地方能够重新的来荣耀主的圣名，恢复过往竹坑教会在这个地方的荣景。我相信我们只要立志，大家同心合意的将我们会堂献给神之后，我们也立志在这个地方来传扬福音，荣耀我们的主，也让这个地方成为平安的根源。那我们现在要把这个会堂献给主，请大家一起跪在主的面前。奉主耶稣圣名，感谢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这所堂皇的会堂，在大家的期待与努力之下，已经建堂完成。今天，我们用虔诚的心，要将它献给，成为万人祷告的殿。愿主成全悦纳，愿神赐福给竹坑教会，照着你一切所应许的，是平安给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如与我们列祖同在一样，使我们的心都能归向你，来遵行你的道。愿神能够赐福竹坑教会，使我们能够向你存诚实的心，用和睦和顺服来敬拜你，得到你的喜悦。愿神能够赐福给竹坑教会，能够成为病痛得健康，患难得平安，受束缚的得释放，软弱的能够得刚强，无依靠的能够得到扶持的圣殿，使主耶稣的名能够在这里得到荣耀，能够在这里得到颂扬。愿神能够赐福给竹坑教会，能够成为多结果子的
树枝，是水泉旁多结果子的枝子，它的枝条能够探出墙外，使众人因为它来得到益处。愿神悦纳成全我们的奉献与祈求。哈利路亚，阿门。祝福。好，我们现在请大家起立，低头默祷。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祝福，愿主赐给众圣徒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灵魂兴盛一样。愿神赐福给众圣徒信心坚定，信仰坚固，能够按神的旨意而行，能够得到主的荣耀。愿神赐福给众圣徒，能够爱心丰盛，荣神益人，满得主的恩典。愿主赐福众圣徒，盼望确实，勇往直前，忍耐到底，能够满得主的永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真神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能够常常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阿门。请坐。献诗，我们邀请金门教会诗班来为我们献诗。在鼓楼芳寮竹坑的弟兄姐妹心中，金门教会一直都是我们最亲近的家人。每次到重要的时刻，我们总会看到他们的身影，为我们付出的帮助。今天更是这样的时刻，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建乐教会诗班为我们献唱2首诗歌。第一首《敬拜你》，第二首《永永远远》。
我要向你敬拜。
金门教会诗班为我们带来的献诗，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澎湃，也非常的鼓励着我们主坑祈祷所的弟兄姐妹。也非常谢谢我们这些亲爱的家人们，总是会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就像我们献堂礼的时候，给我们最大的暖跟鼓励以及帮助。我们谢谢金门教会诗班。献诗，接下来我们邀请大木区联合诗班为我们献诗。大木区联合诗班由竹坑、枋寮、潮州、鼓楼4间教会及祈祷所组成。弟兄姐妹凭着愿做的心，一起聚集练诗赞美神。今天要献上2首诗歌，第一首神开路，第2首真耶稣教会。愿神带领竹坑祈祷所在竹坑地区的福音事工，都能由神亲自的开路，将我们真耶稣教会的福音传扬在这个世界上。
这耶稣教会。
谢谢大牧区联合诗班为我们带来的献诗。那我们的联合诗班也叫做悦灵诗班，就是喜悦的灵样。因为我们都是凭着愿做的心，一起来到牧区的诗班里面来一起练诗敬拜神。所以虽然我们的练习时间不是很充裕，但是大家在认识的过程当中都非常的存着这个愿做的心，所以我们都是很开心的在练诗的这个诗班。所以谢谢我们的悦灵诗班。教会联合建堂过程及财务报告。感谢天上的真神，我们齐聚在这里，将这个新会堂献上。小弟奉主耶稣的名，代表竹坑祈祷所做建堂过程的报告。当金轮教会唱第一季的时候，小弟跟我们就留下来。所以我不太确定今天的报告能不能很顺利的报告完毕。如果小弟没有办法报告完毕，就请我们的音控带领大家一起回顾这样子的一个照片。民国50年，福音传到竹坑，3年之后。我们的第一代的会堂在屏东教会的协助之下来建立，也在民国50年的时候，10月刚刚福音传到竹坑，9月就有5位弟兄姐妹远赴到高雄接受大水的洗礼，这个也就是我们第一代的信徒。因为还没有会堂，所以初期是在几位弟兄姐妹的家里来聚会，人数越来越多之后，就选择这个地方比较荒废的地方，当初是用来救济物资发放的一个空地，是属于公有的一个空地，在这边大概简易的一个可以聚会的地方来开始聚会，一直到民国53年，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第一代的一个信徒。这个是我们民国53年所建立的祈祷所。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跟早期所盖的老皮祈祷所的造型其实很接近，因为都是同一批的设计师跟工人所完成的一个会堂建筑。我们的第一代信徒刚刚有特别的介绍，50岁弟兄现在89岁。他目前仍然坚持绝对不要搭电梯，他说他还可以走楼梯到3楼。中间的这一位，他只有勉强的进来到新会堂聚会3次，在他的孩子的搀扶之下来会堂聚会。那第一代是我们总督的母亲，也是吴之来弟兄的夫人，目前是躺卧在病床上。他身体状况稍微好的时候，也会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一个搀扶之下，也会坐到我们会堂，一起来享受神的恩典。这是一个快速变化的一个过程。50年传过来，在民国60年的时候，大概固定聚会的人数就有达到50-60位，在一个小小的部落来讲，这个是已经几乎到1半的人口都来这个地方聚会。那因为接下来整个环境的变化，
以及过去交通牧养的不便，我们这个快速兴起的会堂也快速的没落。感谢神的带领，在最黑暗的时期，有弟兄姐妹陆续的，当他们来到教会聚会的时候，他们不被忘记，在我们的聚会登记簿来做一个登记，说我有来聚会，然后留下来了。刚刚总负责也提到，曾经我们乡公所要收回的时候，因为真耶稣教会没有再好好使用这个承租地，那我们还有找到零零星星这样子的一个记录，从蔡有龙弟兄、吴志来弟兄陆续都有来这个地方聚会。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证据保留住我们可以重建会堂的一个地方，一直到70年代的后期，慢慢的总会以及南区开始觉得这个地方，纵使我们找不到信徒，我们也要继续在这个地方聚会，所以远从高雄、屏东都会来这个地方聚会。很多高雄地区的弟兄姐妹都会说，我在民国80几年的时候，我们自己带菜，自己带礼会人员，自己带聚会人员来到竹坑，所以他们对竹坑不陌生，也持续的关心。这个是整个发展的一个历程。现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牧人都有不一样的功课。我们在70年代的后期，一直到80年代，陆续的将迷羊找回来。陆续的找回来之后，刚刚也提到，聚会的时候，因为尤其是过了10月份之后，这边的落山风是非常的强大。有一次来这边聚会的时候，好像那个屋顶会被掀开了，跳上去一下，又跳下来的一个状况。所以其实大家都觉得有一点点的危险，然后心里就会觉得我们什么时候该重建？刚刚提到86年的时候有20万，到了94年开始比较积极，开始想要盖会堂，可是看一看存折，我们的存折有76万。虽然那个时候要建房子不会像现在那么样的昂贵，确实还有相当大的一个距离。那个时候出乎我们要盖一个会堂300万就可以了，可是虽然是300万，对当时候的我们来讲，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决定。一直到102年，并同鼓楼教会从此被合并。那在这个之前，过去所有竹坑各项工作的一个推动，都会跟整个牧区、鼓楼、牧会来做一个统筹。所以那个时候，在98年召开信徒会议，不是在竹坑，是在竹坑，在鼓楼教会召开信徒会议，包含竹坑那个时候的7家以及鼓楼有40几位的信徒共同的决议，要召开这样子的一个，在召开之后，隔年就成立了一个建堂委员会，然后开始做这样子的一个推动。虽然总会在102年并同鼓楼同时核定要新建会堂，可是以当时候我们竹坑在地的状况，也是神的时间未到的一个情况。鼓楼继续往前走，竹坑就继续的停留下来。103年，因为人员有一些的变动，我们重新组成了人数更加庞大的一个建堂委员。我们希望集思广益，让这个重建的工作能够继续的往前进。
一直到105年，从102年、103年一直到105年，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讨论，甚至讨论到2楼，甚至也有异想天开的要到3楼。隔了一阵子之后，直接讨论到1楼，因为我们的能力、我们的信心并不足，开信不可以结一开1楼。当我们冷静的时候，我们1楼够吗？因为我们的建地真的不大，我们所有的退缩地全部退缩之后，只能盖60坪，因为我们虽然有120几坪的土地，可是两边的道路退缩之后，其实加上我们竹坑地区的建地6成，只能盖60坪，我们就很务实的面对60坪，会谈要不要30坪？如果没有30坪，是我们需要的吗？我们说我们要2间的宗教教育室，我们要有课房，我们要有传道房，哇，又回到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来回了好几年，一直到106年，我们又重新的承租之后，那我们各项的工作就加速的要推动。目标更明确之后，因为原来被核定的案子已经放了太久，所以我们又重新按照程序报到南区，报到重新的核定。那核定之后，我们就说我们已经不能放手，所以我们为了加速我们的进行，也为了加速我们的建造的申请，我们就先把旧会堂要决议要先拆除。因为我们可以少办一个执照，也就是我们不需要办拆除执照。当初鼓楼要办拆除执照，也花了蛮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省下了那个时间，把这个建筑物拆掉之后，水保的申请，因为这个是山坡地，我们最低的地方到最高的地方接近到2米，所以它还是有一个水保的一个设计。这个是我们刚刚的照片是我们重建的，就是拆除的一个过程啊。大家非常舍不得，可是也充满着喜悦。那这个文件就是说，每一次的会，我们去历经了40多次的正式的一个建堂委员的会议，以及10多次的一个信徒会议，我们慢慢的将我们所要的蓝图把它确认。那整个的确认之后，这些的过程，108年的8月16号。取得建筑执照，也就是我们建筑的规模完全的确定，就是按照使用执照建完了之后，我们就开始寻找厂商，一直到108年的12月，我们确定我们的本体工程1560万是我们建筑的本体工程。那确定了之后，我们跟厂商签约，1月17号动工。这个是我们签约的一个照片，我们大家建堂委员仔细的讨论。我们不一定看得懂设计图，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知道好不好，所以我们就充分的讨论之后，正式的确定合约的内容。现在，这个是我们109年1月17号动工特别聚会的一个盛况。大家都非常的关心现场，这个是我们的蓝图。当我们动工特别聚会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在不久之后，我们这座会堂能够在这个地方来建立。这个是我们动工的一个状况。我们这个建筑的设计师是五甲教会的陈建筑师。在关键的时刻，或者是在建筑上有一些疑难杂症，他都会特地的赶来跟我们跟厂商一起做一些讨论，希望整个工程的一个品质能够切实的掌握。这个是施工的一个过程。在施工的过程当中，我们各地的教会也持续的来关怀我们，也给我们打气。在我们还在临时聚会所的时候，高雄教会969团契来一个电话说，我们有3部游览车，可以吗？小弟跟植物人员讨论之后说，3部呢，我们3台厢型车都容不下我们的临时聚会所，是3台游览车吗？说对。
讨论之后方言接待。当我们可以在临时机会所接待商务游览车之后，那以后就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这个是在我们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只要有时间，有任何的进度，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会想尽办法来关心我们所建的一个会堂。当我们的会堂盖到屋顶之后，还能够爬到屋顶的，都非常的喜悦。但是我们一直在互相提醒，要小心工地的一个安全，所以大家还是想要爬到屋顶，终于看到我们新会堂的一个样貌。所以在重建的过程当中，那我们配合我们总会南区，我们希望在南台湾能够继续的开拓。虽然我们人力确实不少，不多，可是我们非常的喜悦，有众多的除了牧区之外，高雄、台南地区的弟兄姐妹都来协助我们做一个福音开拓的工作。另外，在家庭聚会的部分，我们每一个礼拜三都会特别办理家庭聚会。竹坑在这个地方，我们最远的家庭聚会的地方在牡丹，靠近东野的地方。另外一个在帆船石，也在过了垦丁，也是家庭聚会的一个地方，我们都不会放弃。越是软弱的地方，我们越是经常要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接待，我们也在接待当中累积我们顺服的一个心智。在下一章，这个是慢慢的会堂的雏形，慢慢的兴建。当十字架用重型的大轿车把它慢慢的举到最高点的时候，我们看到现场工程师做的一个状况，其实我们心中有非常多的一个感动。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去年7月1号，恒春的第一代的福音中心，就是湖面上的这个，它没有休息室，它甚至没有自己的洗手的地方，要跟保养厂的厕所来共同的使用。负责开拓的传道，当他想要休息的时候，他最常去的地方就是恒春地区的麦当劳。当我们发觉到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之后，我们就在去年的7月1号正式的成立福音中心。成立之后，就有非常多南区各教会陆续的来协助福音开拓主家布道，让整个恒春地区对真耶稣教会不再陌生。我们相信恒春镇大部分的家里在地的人应该都有拿到过我们教会的福音传单，或者是在他的信箱当中看到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讯息。这个是第二代，从去年的12月1号之后，我们又换了一个地方，因为原来的一个地方我们很期待这整栋就是我们的福音中心。感谢主，目前我们先试用第一个楼层，这个是就已经很足够了哈。这个是我们的福音中心，下一张。福音中心换到更舒适的地方，我们更不可懈怠。虽然我们人数不多，可是每一个都非常的忠心，我们也会很放心。其实因为竹坑这个地方要忙碌的事情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负责人就会安排每一个安息日至少要有一个负责人到恒春福音中心，除了要去那边彼此勉励、彼此关怀之外，
那边有2位慕道者小朋友，一个国小1年级，一个国小2年级。这个小羊，我们要把它带起来。那边的宗教教育比竹科的宗教教育还要来的落实，从来不缺席。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一面接待，一面广传福音。感谢主，在111年的11月，终于拿到使用执照。拿到使用执照的时候，小弟久久不能言语。我们花了1年多的时间才拿到这个使用执照，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太多的一些状况需要去做一些的处理。拿到使用执照之后，就做保存的登记，以总会原住民教会的名义做保存登记。因为目前非常的严格，一定要全部完成之后，然后我们要申请免税教会会堂免税的证明。第一次来的时候，随便出，因为我们还没有摆桌子，也还没有整个周边的样子还没有聚会的一个样子，我们还在临时聚会时，最近出来走一走，目前感受不到是会堂的样子，所以我们又缴税，多缴了好几个月。他贴出几个月之后，他再来一次，所有的椅子都摆好了之后，他说我拍个照就好了，那下个礼拜就会留着，感谢主。这个是建筑执照、使用执照、保存登记的一个执照，我们都完全的在神的带领之下去完成。这些都完成了之后，我们就开始处理我们为了增加我们的空间，让我们的空间更加的舒适。我们除了做一个小小的20工程之外，我们也开始进行内部的整修工程。在去年的秋季联盟布大会，我们很笃定的说，应该在秋季联盟布大会一定没有问题，因为剩下几个工程要去做。可是神学生已经排定时间要来这边做灵修以及福音的开拓，时间都定好了，船夫都弄好了，我们的这件工程还要进行。如果天候良好，应该没有问题。可是从去年的7、8月一直到9月，一直在下雨的状态，让整个的压力非常的巨大。可是我们凭着信心，靠着弟兄姐妹一直的祷告，我们让工程虽然有一点点的勉强，仍然能够如期的达到。在去年的10月22号，我们同样的，我们牧区世界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把原来还像是工地的一个会堂，把它整理之后，把椅子就直接的搬进来，准备领灯布道会。白天的时候打扫房契，然后把椅子搬到现场。晚上上多教会的弟兄开始架设音响，试音，一直试音到半夜。我们把所有的门窗把它关闭，用最小声的方式把它试音。我们希望在下一周的灵恩大会能够引起，这个是我们非常喜乐的。本来是工地，经过1天的努力之后，我们可以在里面坐下来。下一张，第一次的秋季联盟布大会，金轮、鼓楼、枋寮、潮州诗班都来这边献诗。本来我们只有牧区的3个诗班，这个消息我们说要回到新会堂秋季联盟布大会的时候，金轮说我们不可以缺席，我们就请鼓楼说你们唱会前，金轮唱会后，大家在主里面共同领受来自神的恩典。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会堂开始使用的一个状况。1周之后，我们神学生就来这个地方来做3天2夜的一个灵修跟做传福音的事工。现在
这个是我们的空间的一个介绍。我们的长辈非常的喜悦，走到3楼来看我们整个的会堂现在。我们会堂的一个基本上的面积，原来的1楼、2楼都是60平，3楼4平。经过我们做一些2次工程的调整之后，下一张，1楼就变72平啊，大概主要就是我们男女休息室、餐厅、交易厅以及相关的会议房。那2楼的部分也是60平，加上我们旁边的控音室以及妇幼室，还有传道房，这个是2楼的一个空间。3楼的部分，我们增建了一个2+1的一个小房间，增加我们可容纳的一个人数。下一张，那目前我们可以容纳的最大的一个人数大概是30-40位啊。那如果说是小朋友的话，大概是40位啊。那大人是30几位，大概是我们大概可容纳的最大的住宿人数。下一张。最后说明的部分是我们建堂经费总支出的一个报告。我们在这个新建的过程当中，我们总共收入是2400多万。这2400多万当中，包含300万跟总会借支的一个部分。下一张，下一张，我们总支出的费用2500多万，差了40几万的一个经费，也就是说，我们的总支出要超过。这主要的工作的一个项目，包含工程的本身，以及相关的建造的申请，以及下一页相关的水电专修桌以及其他的杂项，包含我们这施工期间，我们租后面彼此机会有相关的一个费用。那目前实际资金上的一个切口，大约是将近300万。求神继续的带领，也请各位关心竹坑以及恒春地区的福音的弟兄姐妹，能够继续的来带导。以上是小弟的一个报告，愿一切的众位荣耀献于天上的真神。哈利路亚，阿门。唱诗。在座所有的传道长职，各位同工大家平安。感谢主，刚刚经过我们执事对我们主坑祈祷所的详细过往的介绍。小弟刚刚也在献诗的诗班当中，唱到一半他唱不出来，因为第一首歌是开路。刚刚我们的王传道有讲，他那时候来的时候20万资金，神帮我们开路100多倍。小弟来做牧区的时候呢，一直在对面聚会，看了2年的会堂，感谢主，我们在这个地方总算谢了。我们在场许多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一下，粉红色衣服的就是我们在地的信徒，很少，真的不多。但是神不帮我们这个灯火吹灭，神让我们留在这个地方。当我们留下来了，神就是我100倍的收成。愿神可以继续带眷顾我们主坑祈祷所，也希望各位同理继续为我们带领，帮助我们所欠缺的。那感谢主，我们的献堂礼就要结束。我们将一切的感动跟感谢，都用诗歌来颂赞我们的神。我们来一起唱诗赞美诗115首。全体会众站立。我
运作都很顺利施行想一句话聊，他当时是有请资金欠缺300万，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讯息散布出去，让我们这边的运作可以正常，让我们长辈在夏天的时候有钱可以吹冷气，不会需要太过节省，让我们可以有更舒适的环境来聚会。那现在就由小弟来带领众人向我们天上真神来祷告，我们一起保持站立。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主啊，感谢你赏赐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在我们今天献堂的时候，我们透过你传道人的口，透过诗班的献唱，我们感受到你的荣光真的充满在这个殿当中。主啊，求你侧听我们在这里向你发出虔诚祷告。我们愿这个圣殿有你的同在，可以借着我们仆人的口，将你的福音借着竹坑祈祷所传递出去，传给任何一个愿意在你面前顺服的人。主啊，我们也求你的全能可以彰显在这个地方，去医治伤心的人，去给予被掳的人得到释放，被囚的人离开监牢。我们也求你带领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勇敢、努力的来宣告你耶和华的圣名。主啊，我们求你的恩典全能够临到我们身上，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蒙你华美的冠冕代替我们生活的灰尘，能够以你耶稣基督的圣名代替我们生活当中的悲哀，让我们可以用赞美为衣来代替我们忧伤的心。也求你使我们在座每一个人能够因你大大的欢喜，因为你的拯救披在我们身上，你用你的公义为外袍给我们搭上，如同新郎穿上了华美的冠冕，如同新娘佩戴着尊贵的装饰。我们都是你所安排、你所栽种、你所栽培的，求你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尊贵的名。主啊，我们在这里对你所做恳切的祷告，求你垂听悦纳。我们愿你的恩典、平安、喜乐可以临到在座的每一个人身上，从今直到永远。也愿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继续高举你的圣名，愿恩典、慈爱、恩惠以及你圣的感动临到在座每一位诚心向你祷告的人。哈利路亚，阿门。李晨，感谢天上的真神带领，让我们在献堂礼的过程从头到尾都能够非常顺利。天上的真神亲自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平安顺利的来完成。让我们众人一起在神的面前分享这份献堂礼的感动与喜悦。小弟代表竹坑祈祷所再次献上诚挚的感谢，愿这些荣耀都能够归给天上的真神，也愿神来纪念许多长职传道弟兄姐妹不断的关心代祷与奉献，今天我们才能够在神的面前献上这殿。感谢神，也感谢台湾总会负责人王明昌传道来带来美好的祝福，也感谢南区区负责黄志杰传道、区负责人王耀珍传道、东北区区负责何顺辉传道，
为神的国努力奔走，不遗余力，多次到访关心。感谢神，那也感谢谢忠勇传道带领金人教会诗班，以及我们宜哲传道孟宇老师所带领大牧区联合诗班献上感谢的诗歌。感谢从南、从北、从东、从西，我们主内一家前往来往关心的弟兄姐妹，以及诸位传道、黄德清传道、简建中传道、魏永恩传道、杜如明传道、白成文传道，以及陈佑传道，亲自来关心我们。愿神纪念你们的爱心。那再要感谢主坑祈祷所的教牧吴宗义执事所带领的建堂事工小组，以及宜南地区所有的负责人、工作人员，在这期间为主往来奔波，许多仍然在医院里面忙碌到住院的，求神来帮助带领我们，因为我们还有更长远的路，我们还要为主打那美好的仗，求神带领，彼此带导。小弟再见，愿一切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愿主纪念大家所做的功，愿神将各样的平安、福气、恩典临到所来参与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长子传道、亲朋好友。哈利路亚，阿门。那感谢主，我们献堂礼的整个流程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待会我们要来一起做大合照，所以待会在小弟喊开始动作的时候，我们第一排的弟兄姐妹以及我们的工作人员长职，把第一排的位置就是我们的人可以往后移动。那移动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椅子很挤，那还要人到的弟兄姐妹往会移动一下，放出前面的正式位置。请我们的青年协助把中间两排的椅子往后移动一下，空出位置，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工作。好，请我们的青年移动一下第二排的位置。那请2、3排的弟兄姐妹稍微往后移动，那移动的时候一样请小心。那小弟也插播报告，如果有要先行离开的弟兄姐妹在离开之前，请记得到我们门口领取便当，一人都有帮弟兄姐妹准备便当。好，那我们请第一个批次的长职传道没有，那没关系，那也可以拿。都好热啊！你在我旁边呢。对，好，你给我便当好了。3377。还有那个。这个卖的吗？也是卖的吗？对呀。一次多少钱？300钱。300。哦。我们第二个批次的是竹根及南村的同仁，第二批次是竹根。眼睛要睁大哦，好，进来这边，1、2、3，对，然后这个要看马上我们说放假，好，1、2、3，好，第3。
身，让我们自由发挥哈。来，1、2、3，对，很好，再一次，1、2、3，对，谢谢。加油！我们请拍完照的批次，我们就继续留在原位，我们下一个批次就一直往上叠加，就会越照越美。好，那我们请第2个批次的竹根及恒春的同龄一起往上哦，竹根及恒春的同龄一起往前，一起拍照。花哥姐，很好。好，来准备，1、2、3，对，3张。好，来1、2、3，对，3张，1、2、3。好，来活泼感的吼，记得说哈利路亚。好，来1、2、3。很好，我们再站后，1、2、3。哈利路亚。对，好，3张自由发挥的吼，我们手就1、2、3。竹根教会献堂典礼25周年的特别聚会。1、2、3。对，好，最后一张，2、3，好，谢谢主。好，那我们。接下来是陈忠杰老师的手风琴主曲，我想我们家就不会很多声哈。对，那陈老师很厉害，在他的头脑里面有好几百首诗歌都不用看谱。那我们掌声欢迎陈忠杰老师。有老师在哪里？喂，我知道了。对讲机的频道11号，他们他们把那个对讲机频道乱起来。喂。应该站这边吧。
拜。